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出埃及记11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太福音23章29节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拄假。以色列人因为这个胎大囝的灾难了后，所有这个瘟疫的侵袭，造成全埃及地的大囝以及头上生的精生拢总来死亡。因为安尼，亲像前礼拜六咱的读经的经文所讲到的，圣经记载上帝有言讲，上帝对摩西讲：我要降一个灾难予埃及王甲埃及，后来因才会放恁离开。因放恁离开的时，会逼恁赶紧对遮出去。所以法老王以及埃及人就是赶以色列人较紧爱离开，好亲像因是瘟疫共款。亲像安尼，以色列人伫咧逃走的时阵就袂赴，互因的米粉丸来发芽完成。因就带着所有厝里的物件，甲埃及人双手奉上的金银，以及也未发芽的米粉丸来离开。这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度假节的由来，并不是因为讲犹太人因本地就拢无食发芽的饼。照圣经的记载，以色列人食无芽饼，必须爱食7天。这说明以色列人伫这7天以外，平常时是食发芽的饼。圣经记载是安尼：恁着会记得这日是上主的节日，代代来守这个节日，来做永远的规例。恁着食无芽饼7日，头一日着对厝内将酵母清去。对头一日到第7日，所有食有芽的米的人，拢着对以色列人中间来嫁出。头一日甲第7日，恁着举行盛会。这2日准备食的物件以外，其他的工作恁拢袂用得做。恁着守度假节，因为伫这日我带恁的军队对埃及出来，所以恁着守这日做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对正月14下午到21下午，恁着食无芽饼。伫这7日内，恁逐个人的厝内袂用得有芽。食有芽的米的人，无论是恁的同胞，或者是外邦人，拢着对以色列会众的中间来嫁出。有芽的米，恁拢袂得食。伫这个节日内，恁无论住伫什么款的所在，食无芽的饼。度假节的目的是为着要纪念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爱以色列人来守这个度假节，来纪念上帝伊所予因的保守、拯救的恩典。所以除了这个度假节以外，纪念上帝伫胎大囝的灾难中间，以色列用羊羔的保血来得到保守以及救恩。所以以色列人用上时的纪念搬过节，
若毋是上帝的保守，以色列人也嘛伫即个太大囝瘟疫的中间来受到伤害。上帝恩典真正是有够用。圣经记载讲，摩西召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，对因讲：恁着为着恁的家族景羊抬来过半过节，着摕一把牛切走，阮本来的火，抹门埋甲上边的物件。天光以前，无论什么人拢毋通出去。上主要行透全国，拍死埃及人。伊看到门埋甲上边的物件的火，就会搬过迄个门，毋准毁灭的者入因的厝内，甲因拍死。恁着遵守即个规定，做恁甲恁的后代永远的规律。将来恁进入伫上主所应允要赏赐互恁迄个地，恁着遵守即个规律。恁的子民若问恁是安怎要守即个规律，恁着讲这是献互上主搬过节的祭物。上主拍死埃及人的时阵，伊搬过住伫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厝，解救咱逐个家族，人民就趴伫土骹敬拜上主。然后以色列人离开，照上主对摩西甲亚伦的命令去做。拄甲这是以色列人纪念上帝救赎的恩典，并且是世世代代用这个来纪念上帝的救恩。拄甲这诚做犹太人真重要的节庆，用安尼来帮助因永远记得上帝的救恩。上帝救赎以色列人，互因得到自由。无该受到奴隶，但是上帝要赏赐互因的，并毋是一个放纵搬过这个规范的自由，乃是有规范伫上帝律法下骹的自由。这并毋是为着要来顺服迄个律法，是要伫迄个恩典的下骹，并且伫外邦的中间最好的见证。彼得安尼讲：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恁伫世间做骄民、做假骹的，我劝恁毋通放纵肉体的情欲。这个情欲不时地攻击灵魂。恁伫迷信的中间，着爱有好行为。互遐会诽谤恁的是歹人的人，通看见恁的好行为，伫主来临的日，归荣光互上帝。为着主的缘故，恁着顺坦人一切的制度，无论是对最悬的统治者、君王，还是对君王所派来奖励最好的人、刑罚最歹的人的官长，拢着安尼。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伊爱恁最好。无知识的戆人，无话通讲。恁做自由的人，毋通用自由做邪恶的借口，着做上帝的仆人。恁着尊重所有的人，着听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。尊敬君王。旧约摩西以及以色列人用节期来纪念上帝的恩典。新约基督徒所强调的是人的性命的表现，敬畏上帝，尊敬君王，听人亲像家己。伫众人面头前就诚做美好的见证。
这是就是用性命来回应上帝的救恩。诗篇121篇讲：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助对倒落来。我的帮助对上主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伊袂互你绊倒，你的保护者袂拄眠，以色列保护者袂拄眠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在保护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时月嘛袂害你。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款灾难，伊会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对这时直到永远。感谢上帝赐福保守阮，互阮会通赢过试炼，赢过苦难，互阮会通亲像以色列人同款，用拄甲节来纪念你的恩典。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也会当时刻纪念你的恩典，献上感恩。靠主耶稣基督圣的名求，阿们。